冇咗個 PowerPoint，咁變咗咩？我講咧，或者你用個即係諗下啊，有一個爐，你係咪幫我按 PowerPoint？好啊，唔該你。係啊，咁有個 PowerPoint，你睇圖畫會好啲，因為呢個係報告喎。咁咧有一個邏輯嘅推理喎，咁咧一陣間睇個圖畫咧，大家就知道。係可以嘅，係啦，唔該你。咁有個農夫咧，佢就要運3樣嘢過河。咁你睇到咧，就有隻羊啦，中間係咪有隻狼啊？跟住呢邊咧，你當係一個好大嘅蔬菜啦，一嚿好大嘅蔬菜。咁樣咧，佢咧就有一隻嘅船嘅。咁而每一次咧，佢淨係可以運一樣嘢過去嘅啫。咁另外咧，農夫唔喺度嘅時候咧，嗰隻狼咧就會食羊嘅。嗰隻羊咧又會食菜嘅喎。咁即係話農夫要喺度喎，如果唔係佢就即係會食咗一啲嘢咁樣啦。咁如果你個農夫咧，你會運邊一樣嘢過河先咧？但係呢3樣嘢咧都要好安全過河嘅。你會運邊一樣嘢過河先啊？羊啦，狼羊先啦，係咪啊？因為你運咗隻狼過去咧，咁咪會點啊？嗰個羊會食嗰個菜㗎嘛。咁應該係運隻羊過去先，因為狼係唔會食菜嘅，係咪？你運咗隻羊過去咯喎。咁第2運乜嘢啊？死啦！第2運咩啊？運菜。就運隻狼過去，係咪？哎呀，咁你運咗隻狼過去，又食咗隻羊喎。運菜啊，梗係。咁點算啊？運咗菜過去，又嗰個羊又會食菜嘅喎。咁點算啊？係啦，真係好犀利啊！咁咧嗱，你首先咧個答案係咁嘅。個農夫咧首先帶咗隻羊過河先，係咪？好啦，跟住佢隻空船要翻去起始點，空船啊嘛，咁咪要運隻狼過去先啊。運咗隻狼過去之後咧，隻羊要上船喎，你唔可以擺低度啊，如果唔係咧嗰隻狼就會食咗隻羊㗎啦。咁隻羊要上船，就翻去起始點。翻去起始點咧，隻羊又要落船㗎咯噃。咁咧就運嗰啲菜啦，運到過去。咁運到過去，狼係唔會食菜㗎嘛，係咪？咁跟住空船翻過去個起始點，咪運埋隻羊過去咯。咁係咪可以好安全地3樣嘢都運到過去啊？咁有啲人就諗，咁你掉低隻羊，隻羊可能走咗啊嘛，係咪？咁呢個就冇得預計嘅啦，如果走咗就冇辦法啦，咁樣。嗱，第一節問，呢個咧農夫咧係運用緊佢啲智慧咧，將呢3樣嘅嘢咧就好唔容易㗎，都可以有智慧，安全地運咗過河啦。今日我選讀呢個經文咧，係記載緊咧第2代嘅以色列百姓咧，佢哋過河嘅情形啊。佢哋咧係唔需要自己諗方法嚟到過河，因為咧神已經幫佢諗咗個方法帶佢哋過河。嗱，當第1代嘅以色列百姓咧經過咗40年嘅曠野漂流生活之後，按照約書亞記嘅1章2節咁樣講啊，佢話：我嘅僕人摩西死了，現在你要起來和眾百姓過這約旦河，往我所要賜給以色列人的地去。嗱，整卷約書亞記咧都係記述緊約書亞係要肩負起一個好重要嘅責任，佢係要帶領第2代嘅以色列嘅百姓咧過約旦河進入迦南地嘅。咁第2代以色列百姓過河嘅時候，佢係唔係用緊自己個方法嘅？而係神已經咧為佢哋預備咗個方法，帶佢哋過河㗎啦，邁向緊一個新嘅旅程啊！過河之後咧，更加要點啊？過河之後咧，更加要迎接一個新嘅挑戰，就係打仗啊嘛！佢哋係咪啊？佢哋逐步咧要將迦南地有7族嘅人啊，包括頭先我哋讀咗㗎啦，聖經嘅迦南人啦、赫人啦、希未人啦、比利洗人啦、革迦撒人啦、亞摩利人啦、耶布斯人，要趕出嗰笪地方。咁今次過約旦河咧係一條信心嘅道路嚟嘅，約櫃咧喺佢哋前頭咧係帶領住佢哋嚇。
咁以色列百姓就跟住喺後邊。因為呢條路咧係第二代嘅以色列人咧從未走過嘅，所以神就話俾佢哋聽：我會帶你哋行先，跟住你睇到祭司抬喺約櫃行嘅時候，你哋咧先至起身離開嘅營嗰度行啦。所以以色列百姓咧，佢係唔係自己咧去諗下咩方法過河，而係咧佢哋要學習一樣嘢咧，就係要順服啦，等候神嗰個指示，係唔可以心急㗎，即係唔好一直衝啊嚇！神咧係好願意同第二代嘅以色列嘅百姓係一齊過河嘅，一齊去迎接以色列民族一個新嘅里程喎。不過過河之前咧，神係吩咐以色列百姓咧一齊喺心態上邊啦，喺思想上邊咧係要有啲嘅預備嘅，同埋過河嘅過程裏面，其實要學啲咩咧？咁一陣間會同大家分享下。首先預備啲乜嘢啊？同心備戰。咩叫同心備戰啊？如果你睇翻約書亞記嘅1章10至11節咧，嗰度咁樣講啊。約書亞吩咐百姓嘅長官說：你們要走遍營中，吩咐百姓說：當預備食物，因為3日之內你們要過這約旦河，進去得耶和華你們神賜你們為業之地。預備食物。嗱，行軍咧要有足夠嘅糧食喎。如果冇食物，過咗河之後點打仗啊？冇力氣啦，係咪？所以佢哋要預備食物。嗱，約書亞吩咐百姓官長咧，係要走遍呢個營裏邊啊，要傳遞一個信息。神吩咐所有嘅百姓，你哋要預備食物，唔係一個人預備，而係每一個百姓你都要知道你要預備食物。所以過河其實咧唔係約書亞一個人嘅決定，而係神嘅吩咐嚟㗎。約書亞只不過係神使用嘅一個嘅僕人領袖。佢將神嘅心意傳遞開去。嗱，當然啦，約書亞得一個人嘅啫嘛，佢做唔晒咁多嘢嘅，所以佢需要一班咧管理百姓嘅官長嚟到協助佢，幫佢將呢個信息傳遞開去，話俾啲百姓聽，3日之後咧，就會過約旦河啦。呢個係神所定咗嘅時間啊。咁人需要做啲乜嘢啊？弟兄姊妹？人就係需要配合神嗰個指示同埋時間做嘢就得啦。我叫你預備就預備，你唔好3日之後先預備。你3日之後先預備唔到啦，因為都已經要起程啦，係咪啊？所以神指示人，你要配合神嗰個嘅指示同埋時間，你去做嘢就得啦。嗱，預備食物真係要肉身上邊有嗰個需要嚇。所以喺預備上面備戰嘅狀態，首先預備食物，另一方面係要點啊？另一方面就係要自潔啦。呢度講啊，約書亞吩咐百姓說：你們要自潔，因為明天耶和華必在你們中間行奇事，你們要自潔啊！聽日神就要臨在喺以色列百姓裏邊啦，因為神係聖潔嘅，所以侍奉佢嘅人都要聖潔。當時百姓嘅自潔係包括啲乜嘢啊？喺舊約嚟講，一講到自潔係，你會諗起啲乜嘢啊？人要做啲乜嘢啊？自潔，佢哋咧原來要沐浴喎，即係沖涼啊、沐浴啊、洗衣啊、洗乾淨啲衫啊，不親近婦女。咁呢個應該係同男性講㗎啦，係咪？神咧要求人咧，你要好專心。好留意，亦都好謹慎對待過河呢件嘅事情。對於第二代嘅以色列百姓嚟講咧，過河過約旦河進入迦南地咧係一個新嘅里程嚟嘅。神係要預備人心喺一個新嘅地方嚟到服侍佢，所以神係要求人咧，你要更新你嘅心思意念啊，先至可以喺一個神所賜嘅一個新嘅地方嚟到去服侍佢。佢要求人除咗預備食物，你更加要自潔。自潔即係分別為聖啦，即係話你咧唔可以有半點嘅罪污喎。
咁樣嘅人先係有資格去進入一個新嘅里程嚟到去服侍佢。咁第二代嘅以色列百姓必須喺心思意念上面要有足夠嗰個預備先可以過河，唔係求求其其，唔係得過且過，冇預備人行你就行啦，係咪啊？唔係咁樣啊！弟兄姊妹啊，當神咧交一個嘅交俾我哋做一個服侍嘅時候，我哋都需要點啊？我哋都需要好謹慎去對待呢個嘅服侍啦。我哋會附上禱告啦，附上時間預備啦。我哋都會諗一啲方法，係咪啊？我哋請邊啲人幫我啦？我一個人做唔晒嘅嗰樣嘢，我請邊啲人幫我哋咧？不過最重要嗰樣咧係乜嘢？係自潔啊！即係話你要分別為聖，即係話我哋要常常喺神嘅面前咧，你要個警醒認罪禱告嘅心啊！頭先提嘅嘢，諗方法請人幫手，呢啲都係一啲好行政嘅嘢，係咪啊？好，最緊要一樣嘢係你自己本身一個服侍主嘅人係點樣啊？我哋係一個君尊嘅祭司，係聖潔嘅國度，係屬神嘅子民。當一個祭司，你帶住一個尊貴皇室嘅身份去侍奉神嘅時候咧，神係要求服侍佢嘅每一位祭司咧，都係聖潔嘅，都係聖潔嘅。喺舊約嘅時候咧，亞倫同埋佢嘅兒子咧，侍奉之前，即係入會幕之前，佢哋係祭司嚟㗎嘛。入會幕之前，佢哋做啲咩啊？如果你睇翻聖經喺舊約出埃及記咧，19章22節啦，同埋29章4節嗰度都已經有得講啊。佢就話佢哋咧嚟到會幕嘅門口咧，要用水洗身，即係話要沐浴咯，要整乾淨自己咯，你先可以乾乾淨淨入去會幕嚟去侍奉我。沐浴、洗衣、唔親近婦女咧，呢啲似乎都係外表嘅行動嚟喎，係咪啊？外表嘅行動其實正正係象徵緊咧，侍奉神嘅每一位祭司咧，係必須要喺思想上邊、內心、行為上邊，你都要乾乾淨淨嘅，除去一切嘅污穢。我哋咧每個禮拜晚堂崇拜嘅時候咧，都會有報告我哋嘅教會祈禱會係點啊，有咩主題㗎，係咪啊？我考下大家記唔記得先？禮拜三有個紅色嘅 PPT 成日要登出嚟嘅，咁個主題係乜嘢？4個字，唔記得喎，大家都記唔記得？記唔記得？係犀利啊！有人答咗，係咪啊？我睇咗週刊，因為佢係啊，復興我心。要記住點復興我心啊？就咁坐喺度就可以復興啊？唔係啊！你一定要去祈禱，一定要認罪悔改、思考罪啊！所以禮拜5嘅早上係點啊？我哋祈禱會嘅主題係乜嘢啊？認罪悔改，啱啦！今次答得好準確。認罪悔改啊！其實我哋點解要諗呢個主題啊？係因為我哋好希望咧，透過祈禱，讓弟兄姊妹多一啲嘅時間，你要省察自己啊！咁禮拜5早上咧，我哋咧有一個部分都係為教會咧嚟到去認罪禱告嘅喎。你要多一啲時間省察自己，省察教會有啲咩地方係得罪咗神，亦都係得罪咗人㗎。內心會唔會常常充斥住嗰啲嘅驕傲咧？覺得自己好似叻啲嘅咧，喺侍奉上面。喺侍奉上面，當你有一個侍奉，你會唔會有一好嘅預備咧？又或者喺人際關係上面，平時嘅生活裏面，甚至乎喺教會嘅服侍裏邊，會唔會不經意地講咗一啲説話傷害咗人嘅咧？喺金錢嘅奉獻上面，我哋有冇忠心咧？當你好安靜喺神面前，真係思考自己嘅罪嘅時候咧，你會諗到好多嘢。頭先我舉例嘅啫，嗰啲只不過每個人都唔同，所以我哋每一位咧都係一位君尊嘅祭司嚟嘅，係分別為聖，係一個聖潔嘅群體啊！我哋需要帶着一個聖潔嘅裝飾啊，着得好靚外表係咪？你從外
到內都係聖潔嘅一個生命嚟對服侍主。所以過約旦河之前，以色列嘅百姓咧係需要同心備戰㗎嘛。同心備戰有兩樣嘢喎，預備啲乜嘢啊？食物咯。第二咧，自潔，即係你要分別為聖嚇。而第二方面咧，除咗同心備戰，第二方面係要點啊？同心嘅仰望。咁仰望啲乜嘢啊？仰望啲乜嘢啊？嗱，百姓咧要好小心，亦都好專心留意啲祭司咧幾時抬起個約櫃向前行嘅。如果睇到祭司抬個約櫃向前行咧，佢哋就要起身啦，離營啦，係咪一齊要過河啦？同心仰望啊！一齊要留意下環境嘅印證，神俾乜嘢我哋睇到啊喺裏邊。約書亞記3章3節嗰度講：你們看見耶和華你們神嘅約櫃，又見祭司利未人抬着，就要離開所住嘅地方，跟着約櫃去啦。嗱，當以色列嘅人打敗咗亞摩利王同埋黑亞山王之後咧，佢哋其實一直都喺摩押嘅平原咧嚟到去紮營嘅。如果你睇翻民數記22章1節就講得好清楚，佢哋一直都喺嗰度去紮營，即係約旦河嘅東邊啊嗰笪地方，耶利哥嘅對面。咁佢哋離開什亭之後咧，就嚟到約旦河嘅河岸啦，嚇。咁因為點解啊？因為太遠，你唔近岸咧，咁你過河就好嘥時間嘅。但係都要留意啊，當時啲水好多係咪？係一定要避開咗嗰啲水，佢哋紮營喺嗰度。神要求以色列嘅百姓咧，請你好好準備，睇清楚約櫃嘅祭司幾時出現，抬約櫃幾時出現。佢哋喺心理上邊咧係要有一個隨時候命嘅狀態嘅。當預備好嘅時候，過河嘅時候你就唔會狼狽啦，係咪啊？嚇！因為咧當時咧有幾多人過河啊？知唔知？冇講啊，聖經冇講㗎。有幾多啊？但係其實係好多㗎嚇！你諗下出埃及嘅時候都有60萬，第一次喺出埃及過紅海有60萬嘅一個男性，即係數男丁嘅時候有60萬啊嘛。咁過咗第一代啦，咁第二代咧會生長㗎嘛，佢哋會繁殖㗎嘛，繁衍後代咁有幾多啊？係好多啊，多到都唔知幾多啊，個數字真係嚇。咁行軍咧係一定要有個秩序嘅，你咁多人一齊，係咪全部人一齊湧過嗰條河喎？唔係咯嚇，所以咧神就話：首先約櫃要行先啊，約櫃行先，以色列嘅百姓要行後。當祭司行先嘅時候，佢哋係一齊咧持守住一個信念，一齊邁步向前咧去呢個迦南地。嗰個目標就係望住迦南地。對於第二代嘅以色列百姓嚟講咧，迦南地咧就係一個新里程，所以大家咧係必須同一條心嘅。你過河如果唔同一條心咧，就過唔到河啦嚇。如果你係當中其中之一個祭司抬住個約櫃，你會諗啲乜嘢？因為你係先頭部隊嚟嘅喎，你係落水先嘅喎，你會諗起啲乜嘢啊？如果你係個祭司，第一定會諗起水，係咪啊？咁多水，咁點算啊？游過去咯，抬住個約櫃游過去咯，係咪啊？唔係點啊？嗰啲食物咧，嗰啲百姓攞住啲食物嘅喎，咁點算啊？啲食物擺喺邊？唔知啊，擺喺個頭殼頂，冇可能啦，係咪啊？其實神有講咗㗎啦，係啊，嚇！大家咧要一條心同心過河啊！如果你係祭司，你都會諗去到好多困難嘅嘢，係咪啊？因為聖經嘅約書亞記3章15節嗰度講嘅，佢話嗰陣時係點啊？係收割嘅日子啊，即係大概我哋陽歷嘅4月，係春天過咗春天一段時間啦已經。咁咧好可能咧係高山裏面有一啲雪積雪融啦，一融雪咧就好多水啊，湧晒入約旦河啊，以至咧約旦河嘅兩岸咧就即係叫泛濫啦。一般咧，平時約旦河咧，就算個水深咧多極都係3公尺但係今次唔係 double 咗，可能有7公尺7公尺。咁點樣行過去啊？哇！即係你踏落去啲水就即刻分開㗎，
即係祭司都要諗下係咪真㗎？神係咪真係咁㗎？咁樣係咪啊？同埋你過咗河之後咧，你面對好多敵人嘅喎，面對好多敵人嘅喎，咁係咪成班嘅祭司係一定要同心仰望神，行呢個神蹟？但神咧亦都好知道人嘅心嘅，所以佢一早咧就叫啲百姓嚟就講咗俾佢哋聽啦。佢就話咩啊？3章13節，等到抬普天下主耶和華約櫃嘅祭司把腳站喺約旦河水裏邊，約旦河嘅水咧就是從上往下流嘅水必然斷絕，立起城壘，即係話係會斷開㗎啲水，係會走乾地㗎。神之前已經講咗俾你聽㗎，未落河嘅時候就已經係講咗俾你聽。所以作為先頭部隊嘅耶和華嗰班抬耶和華約櫃關祭司咧，佢就要肩負起一個榜樣啊！神係咁講，我咁信，我就行先咯，係咪？如果有一個祭司話係唔係咁喎，可能驚啊，佢唔行啊，佢做唔到一個榜樣啊！所以一班嘅祭司咧，佢哋要一齊咧憑信心咧邁步向前啊，成為以色列百姓美好嘅一個榜樣。既然嗰班嘅領袖都已經行咗去啦，係咪？行咗前面㗎啦，百姓都跟住喺後邊行啦。嗱，對於第二代嘅以色列人嚟講咧，過約旦河咧真係一個信心之旅嚟嘅。約櫃同百姓係要有距離嘅喎，聖經話俾我哋聽係有距離嘅喎，係幾多啊？3章4節嗰度講咗，約書亞記啦，2000肘，咁即係幾多啊？等於而家大約咧，嗱新譯本咧嗰個譯法係1公里啊，即係1000米。咁你1000米，咁你就用一個嘅球場，一個邊係咪400米啊？咁即係2個半嘅球場，將條直線拉一拉，大概距離想像就係咁啦。咁你諗下喺人嘅理性分析上面，當啲祭司向咗前行，而百姓喺後邊，一定要有咁嘅距離啊嘛。你覺得你會唔會望到個祭司嘅蹤影？好大機會望到喎。好遠。你驚唔驚啊？你驚啦，係咪啊？你話喺前面都望唔到你嘅。咁點行啊？條路係咪驚㗎？係咪啊？喺人嘅理性分析上面，喺好多嘅唔可能，或者你有好多嘅疑念，係咪真係真啊？咁樣嚇。但當一群嘅領袖，你好清楚咧，領受咗神嘅吩咐咧，3日之後就要過河㗎啦，就要咧同心一起信靠神。你信靠神咧，講得出做得到啊！嗰啲嘢係一定會施展大能大力咧，係必定會成就呢件事情嘅。但係大家記得，第一代嘅以色列百姓裏邊，佢哋揀咗12個探子啊，去窺探迦南地係咪啊？當時有咩情況發生啊？其中有10個探子，佢哋欠缺迦勒同約書亞嘅信心，冇佢哋嘅信心咁犀利，冇啊！結果佢哋要揀唔上去，唔信啊，係咪啊？一定輸嘅，唔好上去。嗱，今日咧過約旦河咧。有一班祭司帶領住以色列人向前行啦，佢哋好相信，佢哋選擇相信，信神咁講，我信，我行，所以佢哋咪一齊可以經歷到神嗰個嘅恩典咯，過河走乾地啊！佢哋係同心經歷緊嗰位突破環境限制嘅神，佢哋要同心仰望神嘅帶領，究竟係點？真係咁樣成就呢件事，一齊去迎接以色列民族一個新嘅里程。弟兄姊妹，過河之前，神吩咐以色列百姓一齊要同心備戰，同心備戰預備要有啲乜嘢食物。第二就係要自潔。頭先我就話要同心仰望神嘅帶領，而喺第3方面係要乜嘢啊？要同心忍耐等候。咁忍耐等候啲乜嘢？如果你從呢節嘅經文，你睇到啲咩同心忍耐等候啊？有啲咩信息話我哋聽係同心忍耐等候？嗱，抬耶和華約櫃嘅祭司喺約旦河中嘅乾地上站定，呢個3章17節所講嘅。以色列嘅眾人都從乾地上過去，直到國民盡都過了約旦河。
嗱，當時咧有幾多人過河咧？真係冇一個實質嘅數字，不過一定係好多啊！咁有啲學者話：哇，要咁多人過河，你估係1、2分鐘、1、2個鐘啊？唔係啊，我可能大半日先全部人過晒去嘅。我諗咧應該就唔會天黑嘅，天黑得滯，啲人都驚啦，係咪啊？點樣走落個約旦河黑蚊蚊係咪啊？肯定咧，我就覺得神應該咧係喺未天黑之前，應該全部人都可以過晒河嘅嚇。嗱，當祭司抬住神嘅約櫃，當佢哋隻腳一踏入啲水咧，聖經形容係點啊？約旦河上游嘅呢個河水咧，就喺呢個即係亞當城裏邊咧截住咗啦。至於下游嘅水咧，就點啊？湧入晒去鹽海喎，即係死海啊！咁中間咪有乾地可以行咯，佢哋。而嗰啲祭司一抬到個約櫃嘅時候咧，佢哋係行到河嘅中間位，即係河床嘅中間位，企定。佢哋嘅責任係咩啊？佢要等啊，等啲百姓落河啊，因為佢哋有個距離㗎嘛。佢哋落咗河之後冇咁快行到嚟啊，咁啲水咪慢慢退咯。即係按邏輯應該係咁樣，慢慢退，慢慢退。當百姓嚟到嘅時候咧，啲水咧就會冇晒啦，斷開晒啦。咁佢哋走乾地啦裏邊嚇，即係好乾啊咁樣嚇。嗰個地下約櫃咧係放喺河嘅中間，所以代表咧神咧係同每一個過河嘅百姓同在。神就係嗰個軍隊啊，嗰個元帥啊，你哋唔使驚啊！我個約櫃擺咗喺中間啊，河床嘅中間，我係截住啲水嘅，唔會咧過下河咧，啲水突然之間就會嚟啦，唔使驚，你過去啦，全部過晒去啦。當所有百姓過咗河之後咧，神就吩咐約書亞咧喺百姓裏邊咧，每個支派係揀1個人，合共12個人，做乜嘢啊？佢要翻去河嘅中間，即係祭司企嗰個位，攞12嚿石頭，攞咗石頭之後拎翻去。嗰晚佢哋對面約旦河東、約旦河西啦，咪對面依家嚇。咁啊對面嗰度個岸嗰度咧，喺吉甲裏邊咧嚟到去立石為記，即係佢哋吉甲喺當時夜晚咧係紮營一笪地方嚇。耶和華係軍隊嘅元帥啊，佢哋要咁樣做。所以你話係咪淨係祭司耐心等候一批以色列百姓過河？淨係祭司學咯，其他人唔使學。唔係啊，其他百姓都要學。點解啊？當第一批百姓你過咗河之後，你咪要等第二批人。第二批過咗河之後，咪等第三批人。嗱，因為過河咧，有啲學者分析咧，應該係有啲陣營嘅。咁呢個聖經都冇講得好清楚，我哋咁樣諗啊，可以嚇，係有啲秩序嘅應該係。如果唔係咧，就好亂㗎啦，咁多人點算啊？係咪啊？有啲秩序，一批人過河。要時間㗎，你仲要等全部人過晒河，嗰12個人翻轉頭喎，係咪啊？要翻轉頭攞翻嗰啲石頭喎，咁百姓喺對面岸一定係等啦，等下隔離營嗰個人過河未先？如果未過河，佢自己都心都唔安心啊，係咪啊？百姓都要學習一齊去等啊！你過河嘅時候，有啲人可能行嗰個乾地，你估係呢度咁平滑啊？唔會啊！我相信嗰個河床底可能好多沙石啊，可能行下會跌低咧。咁跌低嘅時候，需唔需要人哋扶起佢啊？要喎，又或者有啲行得慢啲啦，咁你又要包容下佢咯。你唔好行得慢啲，行快啲啦。咁喺對面岸嗰啲，點解咁慢嘅？下一批嗰啲咁遠都慢嘅。如果你有怨言嘅時候，就點啊？就唔合一咯，係咪啊？喺裏邊咁所以咧，作為約書亞嘅領袖咧，約書亞嘅領袖。佢都要等嘅喎，點解啊？因為等所有百姓過咗河之後，佢要聽神指示嘅下一步係乜嘢啊？佢就話啦，神咧有下一步嘅指示俾佢。耶和華曉諭約書亞說：你吩咐抬約櫃嘅祭司從約旦河裏上來，係從約旦河裏邊上嚟。佢要等啊嚇，咁祭司先可以慢慢咧。從個河床上嚟喎，因為要所有嘅百姓翻晒過去，係咪先可以從河床裏邊上嚟？當佢哋嘅腳掌咧一踏落嗰啲乾地咧，約旦河嘅水咧就流翻去遠處，又翻嚟，全部湧晒喺兩岸又泛濫啦。
呢個係咪神蹟啊？神蹟嚟喎！所以喺整個過河過程咧，大家咧都需要一同嚟到學習，要同心忍耐等候啊！喺服事上面咧，我哋都要學習彼此包容、忍耐同埋等候喎。你唔會喺教會一個人服事噶嘛，你總會同弟兄姊妹一齊服事㗎。喺以弗所書4章2至3節咁樣講，凡事謙虛、溫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寬容，用和平彼此聯絡，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二為一的心。當我哋一同嚟到服事，合一嘅心係好重要。原來咧，聖靈一早咧已經將合一嘅心咧賜咗俾我哋嘅。我哋每一個屬神嘅兒女嘅責任係乜嘢？就係你要盡力咧去保護住嗰個合一嘅心，唔好被破壞啊！你唔好破壞咗佢啊，亦都唔好成為一個破壞合一心嘅人。昔日第二代嘅以色列嘅百姓咧，雖然大家咧佢唔係同一時間可以上到岸嘅過河嘅時候，大家有啲人行得快啲，有啲人可能行得慢啲，大家都有同一個目標嘅。不過就係要向住迦南地進發，跟住神個帶領，按住神個吩咐過河之後，就要進入一個新嘅里程，一處新嘅地方去服侍佢。過河之前要點樣啊？第一點要同心地戰，有兩樣嘢。第一，預備食物；第二，係要自潔。喺第二方面要學嘅就係要同心仰望神嘅帶領。而第三方面要學嘅嘢係乜嘢啊？要同心忍耐等候啊！所以過河嘅過程咧，其實都係學習緊彼此同心等候嘅。我哋係一家人嚟嘅，我同你有好多唔同嘅地方，但喺神嘅家裏面係整體咯。所以我哋要學習彼此包容、彼此扶持、彼此鼓勵，呢個就係同心啦。第二代嘅以色列百姓，如果佢哋唔同心忍耐的話咧，有怨言咧，中間過咗河之後點打仗啊？去到一個新嘅里程嘅時候，打唔到仗㗎，係咪啊？神用唔到佢哋嘅，服侍唔到神啊！弟兄姊妹，當我嚟到尖浸服侍咧，我有機會咧喺浸禮班裏邊即係教啲同學每一次浸禮班都有一個課堂咧係講尖浸嘅歷史嘅，係回顧翻尖浸嘅歷史。尖浸咧喺1939年12月10號咧，就真正成立咗尖沙咀浸信會呢個教會。之前可能係有啲醖釀期啦，咁如果你咁計，由1939年計到今年12月10號咧，其實已經足86年。過咗12月10號之後就87年㗎啦，係咪？咁距離100年有幾耐啊？13年㗎啫喎，係咪啊？我喺度諗，我13年之後應該都仲喺度服侍嘅。我應該後生啲嘛，係咪？我要服侍神啊，係咪啊？有啲神好早接我翻去咯，係嘛？你話我祈禱啊？我要繼續努力服侍主。神咧好使用唔同年代嘅弟兄姊妹咧一齊去發展教會喎。當我回顧嘅歷史，我就睇到呢樣嘢啦。一齊去建立教會。其實過去咧尖浸有好多美好嘅傳統㗎。當我嚟到尖浸，一個好深嘅印象咧，就係尖浸嘅弟兄姊妹咧係好努力學習聖經嘅。佢哋嘅主日學咧係好多弟兄姊妹興起嚟到去教導嘅。好多委身嘅弟兄姊妹咧成為主日學嘅老師啊！尖浸亦都係一間咧好重視傳福音嘅教會，好重視差傳嘅教會。無論鼓勵弟兄姊妹去國內或者係即係海外，好多美好嘅即係好美好嘅傳統，我哋要承傳㗎。不過，讓神俾我哋有一啲嘅智慧，好好喺禱告嘅裏面，有咩地方我哋係需要更新同埋改變嘅咧？神好期望每一個尖浸人咧都要同心去備戰啊！神期望我哋咧要好好預備啊！你過河打仗之前咧，肉身上面要有食物，係咪啊？
咁我哋而家在座，我相信冇乜邊個弟兄姊妹話，除非你今晚未食飯啦你冇乜話而家唔夠食物食㗎。你出去口福街亦都有好多選擇，你過去金馬倫道都好多選擇。不過我而家講緊嘅係靈裏面嘅食物，你足唔足夠啊？嗱，如果我哋要侍奉神咧，你認識神嘅話語咧，係侍奉嘅基礎嚟嘅。一陣間我哋有晚堂主日學，如果你冇習慣翻主日學咧，就請你一陣間留低參與晚堂嘅主日學好嘛？如果你話我有翻過，不過就好耐都冇翻啦，咁你又留低可以咧嚟到去翻你又晚堂主日學啊。如果你話我有啲時間，教會有祈禱會喎，係咪有啲挑戰啊？星期三夜晚7點半有祈禱會，星期五嘅早上都係7點半有祈禱會，你揀邊個啊？兩個都揀唔到，因為我起唔到身，又或者我放工未翻到嚟。但係我哋咧，你話我住得太遠啦，我又翻嚟有呢啲論盡，我哋有網上㗎，周生，我哋有網上條 link 㗎，你咧 click 入教會嘅網頁都已經有㗎啦。咁咧，我事實上我又真係見到咧，星期五早上7點半咧，有翻工嘅弟兄姊妹咧，佢真係翻咗嚟之後咧，祈完禱咧8點3個就完㗎啦，佢就真係走去翻工㗎喎，係咪啊？如果要做嘅時候係做到嘅，所以咧，神咧係讓我哋每一個沾浸嘅弟兄姊妹咧，當我哋話要去一個新嘅里程碑去服侍神，要發展教會嘅時候咧，我哋必須要好好喺神面前咧。你要有一個嘅認罪嘅祈禱，你更新你嘅生命，復興咗自己先，讓神咧使到我哋在座每一位嘅沾浸嘅弟兄姊妹咧，喺呢個世代咧都有份咧參與建立神嘅家，係以一位君尊聖潔嘅祭司，同心仰望主嘅帶領，邁向一個新嘅里程，迎接神喺呢個世代俾我哋一啲嘅挑戰，弟兄姊妹。你願唔願意啊？唔答我嘅，願意，或者你岌頭都好啲啊嘛。咁你唔出聲，我就唔知你聽唔聽到我講喎，係咪？願意啊，我哋願意好嘛？我哋一齊祈禱。我哋用一啲時間咧沉澱一下，即係頭先咧嘅聖經裏邊一啲經文嘅信息啊。愛我哋嘅恩主，我哋多謝你對我哋嘅拯救，多謝你帶領沾浸家由成立至今已經足足有86年有多啦。喺唔同嘅年代咧，你興起好多忠心服侍主嘅弟兄姊妹，盼望喺呢個世代，我哋都願意俾神去使用。我哋唔係淨係翻嚟坐喺度崇拜，跟住就走。讓我哋一齊咧經歷沾浸家邁向一個新嘅里程。我哋勇敢迎接神俾我哋喺呢個世代所面對嘅一啲挑戰。我哋祈禱奉主耶穌基督嘅名祈求。